好，大家好，歡迎收睇大劍的角色扮演，我係你哋主持人獨角豬。今日呢就講啲咩？今日係禮拜四啦。咁琴日就因為呢就會有個朋友就喺外國嚟，咁陪咗佢一日，所以就冇拍到啦啊。就講啲咩呢？係啊，全新天地嗰個12月度呢，會有一個高達嘅展覽嘅，應該就就如果你話要買模型啊咩成個睇展覽呢，你就不妨落去荃灣嘅全新天地嗰度啦。至到1月4號嘅，如果冇記錯嘅呢個我唔知，我睇下我點樣去啦。其實我去全新天地，我好簡單啫，我搭車都可以去到。好啦，講到呢度就今日講啲乜嘢呢？就講模型，講咗模型嘅嘢，其實都係講下模型啦其實講下模型啲乜嘢好呢？就講下高達模型嘅發展史啦好冇啊？今日就其實1980年開始就正式有高達模型呢樣嘢啊，即係足已經玩咗45年㗎啦，足已經去咗45年啦，定45年㗎啦嘅歷史㗎啦，高達模型。嗰陣時最一副高達模型咧，大概係個價格就係300日元，即是大概你9蚊雞到咧就可以買到一副㗎啦，3寸為計嗰陣時當時啲模型好抵買嘅，點解而家啲模型唔係3寸？如果3寸咪好咯，雖然加咗價，如果3寸我覺得都係你10000日圓嘅300蚊，300零400蚊隻呢個咩啊？呢個 PG 嘅話咧，最平嗰隻 PG 咁其實都幾抵玩嘅，其實都呢樣嘢。好啊。好，勁唔該。哇！大杯。冇。咁怪嘅點解？冇長，我揾支筷子篤啦，真係。呢啲篤唔到喎，呢啲我真係我揾支筷子啦，我揾筷子篤都仲要。好啦，呢啲意外，不過唔緊要咧。因為咧點解咧？咩啦？咁80年代嘅模型係通常嚟講其實係好少件嘅，通常就得嗰兩版A4 件啦。唔係 A4 係 B5 A5 件啦應該叫。咁就咩啦？砌咗一隻㗎啦。嗰陣時大概40件啦都算咩㗎？而家嚟講咧最新嘅技術嚟講就EG咧就趨向就少件，有 HG 嘅優點其實呢樣嘢好嘅，其實佢如果去到咁樣話，即係證明即係話咧，我個帽咧可以做單件可以啤少啲，但係亦都可以做到HG 嘅優點喎，唔使落 PC 膠幾好嘅呢樣嘢，最新技術就係 EG 啦唔係 HG HG 已經係幾多年啦？30幾年前，40年㗎啦，就快40年㗎啦，技術㗎啦，就快接近40年。其實嗰陣時嚟講，HG 嘅技術嗰陣時起初嚟講就應該係馬反嗰陣時咧開始叫做導入落呢樣嘢嘅技術嘅。跟住到口袋啲戰爭先至做到HG 嘅前身其實你睇翻咧呢個咩咧口袋啲戰爭啲模型咧，其實就係 HG 嘅前身嚟嘅。跟住之後發展到早期嘅 HG 早期嘅 HG 就已經係咩咧？佢係邊個咩技術咧？就係佢多色成形件多色成形件佢唔係話係一個保啤4種顏色嘅件佢係一件件裏邊可以有晒4種顏色嘅件，佢已經做到咁啦
當時係厲害，而家係冇見佢再咁樣做嘅，可能成本問題咧，同埋啲不切實際嘅技術咧，所以用嚟都咩？你反而就而家係趨向分顏色件啊咁樣咯，咁有好有唔好嘅嚇，你開多副帽件，開個帽啊嘛，可能會個成本問題都計過嘅呢啲，咁樣同埋即係咩問題咧？就係變咗越嚟越貴咯，模型係，你發唔發覺？好啦，咁樣，但係我好懷念當時嘅 HG 嘅技術嘅，佢可以做到咁樣，係你掰咗出嚟係唔使油嘅，其實都係唔使油，好少油，但係問題當年都係有一個問題咧。如果佢用呢種技術，用翻而家嘅分模技術咧，即係佢可能佢分模線咧只會係越係冇完全冇分模線可以做到。不過我唔知佢會唔會做一隻出嚟啦嚇，做一隻出嚟嘅話咧，我諗呢砌佢可能連砌啲人砌件咧都費，即係已經好樂趣㗎啦，已經係唔需要再打磨㗎啦因為啲水已經收得好密。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咧都差唔多㗎啦，真係，哇天氣好凍，小心着啊！大家多請訂閱大影的角色扮演，俾個 like， 俾多啲 like 啊，因為我唔夠 like 多啲留言啦同埋分享出去，記得分享同埋俾訂閱啦，知唔知啊？好多謝各位收看，拜拜。